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月牧师。2月14日，无限期有效。约书亚记11章10到15节。今天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15节，这样说：上主命令他的仆人摩西，摩西照样命令约书亚。上主命令摩西的每一件事，约书亚一一遵行。当我们听到无限期有效，我们会想到什么呢？那会是赐福、权益、义务、责任。我们会想要拥有这个无限期有效的这样的权益吗？这样的责任吗？请记得，这是无限期的哦。哇，无限期，那么简单讲就是永远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有限公司应该是很多人都发现现在的公司都是有限公司，就是我们的公司组织里面，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有一个限制的。我们很少看到无限公司，但我们的公司法里面可是有无限公司的哦。那么代表着是说我们这个公司呢是无限期的，不设下这个停损点的是没有这个止境的那有限的话，当然就是限制责任，设下停损点，保护人们的有限性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到了约书亚，他呢转回来要攻取夏所，杀了他的王那以色列的军杀了那里所有的人，没留下一个，又放火焚烧耶那城。约书亚攻取了这些城，生擒他们的王，杀了所有的居民，正像上主仆人摩西所命令的。以色列人没有烧毁任何建造在山岗上的城市，只有夏所被约书亚烧毁了。以色列人袭击这些城，把一切值钱的东西和牛群都抢走，把所有的人杀光，不留下一人。上主命令他的仆人摩西，摩西照样命令约书亚。上主命令摩西的每一件事，约书亚一一来遵行。哇，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来到继续这样的战役里面我想已经这个以色列人越来越明白什么呢？明白他们所有的战役其实都是跟什么有关？他们是不是遵行神？遵行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能够这个击溃敌军这个掳掠仇敌，实在是因为他们这个遵行神的命令。今天的经文也来到了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其实我们人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一位爱的上帝。这位爱的上帝，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可以很清楚很明白的知道，这位上帝呢，他就是要人可以服从神的权柄我们可以听从神的话，我们不只是单单为能够征战来得胜若是只是为了征战得胜听从神的话，那这样的听从不是真实的怎么说呢？因为在这样的人身上并没有神的权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的是全然的顺服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全然的顺服，我们才能够全然的来得胜。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关乎迦南地的主力的决战以色列人得胜了，迦南地的战争就会告一个段落。迦南地的南方跟北方主要的势力都给这个所谓的铲平了再也不能来抗拒以色列所以我们要看到以色列的得胜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大，其实这你我都知道
而是怎么样？他们听从神的话，听从耶和华摩西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的话是从神而来，并不是摩西的主意，所以以色列他们认定话语的源头是越过人而接受神的权柄，并且他们彻底的来遵行越过人的因素，他们看见权柄的这个源头，这是在属灵学习上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只看人就很难去服从这个权柄因为不是以人作为权柄，而我们是要用神以神，我们专心在于神所以今天的经文说，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努力的遵行，而且毫无保留，努力的遵行，因为他们得着了这个秘诀，他们曾经吃过亏，他们得着了这个秘诀。但是人真的很有限真的要做到无限期完全全然，哇，真的是会有困难。我们唯有依靠神，我们若没有依靠神，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迟疑，我们就会有所保留在大概这个50年代格里汉这个布道团里面，其中有一个博士，他叫缪汉博士，他其实就是跟着这个布道团到处去布道。那他们当时候同工每天早上他们会被分派到指定的一个地方。有一天早上，他接到一个简单的指令要他到伦敦南边的一个地区找一个弟兄，他会看到路边有个老人提着一个箱子，于是他就把车子停在那边，下车向他打听是不是认识这个人那没想到老先生这个笑得很开怀的就说你说的这就是我你是从格里汉布道团来的吧？你准备好讲道了吗？他就把缪汉带到这个车子稍微停前面一点那这个缪汉他从那个后视镜看过去，他就发现了这个老人家竟然打开箱子，里面是扩音器，也就是他在装设一个什么街头布道。可是路上的人真的不多车子来来往往，哪里会有听众这个车子跑来跑去的，根本没几个人，在那边讲给谁听这个时候老人家就指向几10尺外的对接的篱笆，有一个人靠在那里，他说你看吧，那边也有几个人朝这边这个方向你看，你就对他们讲吧。哇，这个命令要服从这个车子这么来来往往，那几公尺外篱笆外面的人，这个只有1个2个，于是这个缪汉想，好吧，我就硬着头皮我既然全然顺服这个布道团所说的，于是呢他就开始讲了。没想到他开始讲完之后，这个在这个篱笆外面的这个男人说，大声喊，不对不对，没这回事，你讲的这些都错，不对。这个后来这个缪汉他才知道，哇，原来那个篱笆的那一区的这个原来是共产党的领袖哎呀，这个终于把这个讲道讲完之后，行李收进来到车子里以后，缪汉就问这个老人说，这些人都是什么人这个老人回答说，他是我牧区的人我是他们的牧师。这个缪汉就很错愕的问说，他们的态度一直都是这样吗？老人点点头说，是。这个年轻的缪汉他真的很惊吓也很好奇，那么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这个老人泪水在他的眼中打转说，因为我爱耶稣，我也
爱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意，神的喜乐是他愿人人都得救，不要有一个人沉沦。他会不断兴起属于他的器皿，向悖逆的人来传福音，而且是无限期的。他的爱无限期，在世界许多的角落都有爱神顺服神的牧者跟神的器皿和神的器皿在那边宣扬主的话。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全然顺服呢？我们愿不愿意像约书亚的军队一样呢？我们就照着做吧。这一位无限期有效的神，他的爱是无限期的。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命令吗？上帝的命令哪一条让我觉得很难遵行？我能怎么帮助自己来遵行神的话，全然的顺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人是这么有限，主啊，你却是无限的神，你有无限的爱。主，你的命令世世代代是无限期有效，我们照着这样行，我们就可以领受神你的赐福。主，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很软弱，恳求主你帮助我们，靠主你的力量，你的爱，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活出主你的爱跟命令。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活出神无限期的爱哟。我们明天见。